歡迎大家嚟到非凡理財小教室。今日會用1分鐘講下退休三寶。退休三寶咧，顧名思義就係3個常見嘅工具，去為我哋嘅退休生活咧製造一個穩定嘅現金流。而正正因為咁樣，退休三寶咧喺市場裏面咧都有唔同嘅講法。而我哋今日所講嘅退休三寶咧，其實係指由香港按揭證券公司所推出嘅安老按揭、保單逆按揭同埋香港年金。申請安老按揭同埋保單逆按揭咧，都係十分之相似。兩個計劃都需要申請者抵押喺香港嘅資產，佢哋所對應嘅分別係香港嘅物業同埋已經供完嘅人壽保單。喺一開始申請計劃嗰陣時咧，按揭公司咧已經將你嘅抵押品作出一個估價，並按照申請者想要嘅年期批出一個固定嘅金額。但係要留意翻呢個估價咧會受到市場嘅波動影響。尤其最近市道差嘅情況底下，股價降低亦都會影響到每個月派出嚟嘅錢。而申請香港年金咧就會有少少唔同，個不同之處就係申請計劃嘅時候唔需要交出任何嘅抵押品，只要喺開展計劃之前咧一筆過交出一嚿固定嘅錢，咁按揭公司咧就會按照你想要嘅年期派咗一個固定嘅年金金額俾你。申請呢個計劃咧唯一嘅要求咧就係需要年滿60歲以上，係唔需要做任何嘅身體檢查。補充少少，年金咧都會有一個保證期，呢個保證條件確保到申請者咧可以攞到申請年金已繳金額嘅105%。年金都好靈活㗎，申請咗之後咧都可以隨時申請退保，不過退保咗之後咧可能就會損失少少錢啦。雖然退休三寶可以為我哋製造一個穩定嘅現金流，但係佢亦都會延伸咗另一個問題。呢3個計劃派出嚟嘅錢，其實喺第一日咧已經係固定好晒，係唔會隨住時間去改變。呢啲錢經歷咗10年、20年甚至30年嘅通脹之後，又點樣可以保持到同樣嘅購買力呢？通脹所導致嘅生活質素下降，又點可以令到每一位退休人士退而無憂呢？不過大家唔使擔心，因為我哋有辦法。如果大家都想知道一個可以好似退休三寶咁做到一個穩定嘅現金流，又可以追到通脹，甚至比佢哋更加靈活嘅方法嘅話咧，就快啲 DM 我哋嘅 Facebook page，又或者 scan 畫面上嘅 QR code 聯絡我哋。我哋下條片見。